各位早晨，匯控今日收市後會公布業績，但係會議至小股民近年經歷匯控股價低潮，都實行低買後沽嘅策略。而佢哋都關心嘅派息，大行估計喺資金水平提升下，未來幾年有機會增加。你3蚊變30蚊都10倍啦，咁都唔做大隻蟹。不過咧就賺嘅錢就少咗咁解啫。持有匯控超過40年嘅趙世增，4年前集團世紀供股，佢都有份參與。當時股價一度低見30蚊嘅水平，佢亦都趁低吸納，近年逐步沽貨。投資上有斬獲。佢話當年買主要係睇中管理層背景，近年沽係感覺優勢不在。喺英國佢可能有啲政治嘅 support， 咁呢啲咧。只可以影響到佢喺歐洲嗰度，但係歐洲嘅市場又唔掂啊！亞洲喺中國，佢政治上嘅 support 就應該係好少或者唔係冇啦。咁中資銀行係有國家 support 啊嘛，佢唔會俾佢做得太曳嘅。趙世增話：未來對匯控策略都係低買高沽。佢亦都參考大行嘅目標價，認為較為睇好嘅大行目標價只係定喺大約90蚊左右，咁同現水平相若。現時只係會觀望。匯豐股價舊年上半年窄幅上落，下半年先變翻小飛象，屢破1年高位。但係聖誕鐘買匯豐呢一首歌翻唱唔到，始終唔能夠重返100蚊大關。但係會唔會覺得好無奈呢？佢真係彈極都彈有。不妨直說有呢個係比較上係無奈。小股東話：始終喺低價持貨，如果賣咗會感到可惜。不過如果今年股價冇起色，會再減磅。又期望集團可以增加派息。佢唔想損失啲嗰啲 shareholder， 咁佢咧就會稍為將我自己估計嘅 dividend 嗰度咧稍為鬆一啲。股東有機會如願，大行估計由於匯控出售多項非核心資產，核心一級資本比率舊年可以達到11%以上，超越早前定下嘅目標。集團有充裕嘅資金派息，3間行都認為派息比率可能由以往大約4%上調至到5%左右。基金股東亦都話，匯控股價大致反映負面因素，基本盈利仍然穩健。他們從整個歐洲來看，他們的資產已經算比較好的了，它的增長亮點還是在亞太區嘛，所以長線來說，我們還是比較喜歡。佢又指匯控舊年成立新嘅部門處理法規等事宜，反映改善問題嘅決心。無線電視記者李嘉維報導。有物業代理預期，本季住宅二手買賣登記宗數會跌到去10年嚟最低。另外，週末期間主要屋苑嘅二手成交繼續減少。物業代理美聯表示，上個月係農曆新年樓市傳統淡季，加上政府再推出壓抑物業需求嘅措施，預料今個月二手註冊宗數會顯著下跌，並拖低首季二手登記，跌至唔夠14000宗，係10年嚟同期最少。喺剛過去嘅週末同埋星期日，物業代理中原地產10大屋苑二手成交11宗，較一個星期前跌咗3成半。美聯物業成交9宗，跌1成。中原表示，政府推出嘅新印花稅發揮功效，為市場增添不明朗因素，預計買家會多觀望一段時間，先至有入市方向。美聯就表示，現時買家以用家同埋首次置業人士為主，多個一手項目亦吸納部分購買力。政府宣布取消勾地，亦增加咗市場觀望態度。無線電視記者林晴報導。地產建設商會認為，政府取消勾地機制，掌握供應主導權，唔會影響發展商投地嘅意欲，但就唔希望政府推地過急。梁志堅接受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訪問時話，政府取消勾地制度對發展商影響唔大，但係唔希望政府推地太急。成日過往都係喺佢度嘅，你就算勾地個權都喺佢度，佢俾唔俾你勾到都係佢，因為我哋唔知道個底價噶嘛。冇嘢，你政府有地拎出嚟賣都好啦，點都有人有興趣嘅。係問題就係如果拱得太多，個價錢咪會回啲咯。最好咧就能夠平均咁樣拱到出嚟啦。梁志堅早前曾經批評政府唔肯喺發展商參與舊樓重建上放寬買家印花稅。佢重申，如果政府唔讓步，參與重建未必會好似官員所講嘅有利可圖。有利可圖呢4個字咧，真係可圈可點。
6年內要起好，攞到入伙紙，然後先至發還翻嗰個 buy stamp duty 俾你。點都好，都係減低咗嗰個意欲咯。你有溝通係咪個關係已經係回歸嚟最差？政府出嚟肯革新一啲嘢，肯速度快啲做一啲嘢，呢樣我哋係好希望見得到。但係做出嚟咧就係變咗咧就係冇即係嚟得太急啊！咁政府半年內2度加碼調控樓市，咁佢相信部分實力唔夠嘅地產商可能要減價賣樓，又呼籲置業人士而家上車要特別審慎。甚至政府咧我哋都認為咧唔應該咧去鼓勵啲人咧你要上車，你要買樓，因為點解咧？你可能會害咗佢嘅。就算真係要上車咧，都係要諗清楚自己嗰個經濟能力可以負擔得起，因為嗰個息口咧唔係永遠都咁低嘅。無線電視記者吳嘉文報道。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撰文回應外界批評，當局將未完成改劃程序嘅土地納入未來1年嘅賣地計劃。咁佢話：如果唔將工作同步進行，只會拖慢供應。發展局將會喺2013-14年度出售46幅土地，咁其中22幅仍然做緊改劃嘅工作，被外界質疑當局以未更改規劃嘅用地督數。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撰寫網誌話做法同過往並冇分別，目的係要提升透明度，等市場參與者及早研究同埋籌備。又話如果完成所有程序，先至將用地加入賣地表，而唔係盡可能喺合理範圍內將工作同步進行，壓縮時間，結果只係會拖慢供應，受害嘅係市民。陳茂波強調會做好地區諮詢同埋遊說工作，政府各個部門亦都會配合，予以優先處理，盡快完成程序後就會推出市場。網誌又提到，當局會將賣地計劃上46幅住宅用地全數出售，預計可以起13600個單位。聲稱數字係實質供應量，而唔係可供應嘅能力。但網誌未有提到，如果出現拍賣未到底價或者係流標而要收回土地，會唔會影響供應量？只係話政府會繼續監控市場，就算出現流標嘅情況，政府會分析原因，並按市場需要繼續推地。無線電視記者趙婉婷報道。我哋今朝請嚟天文台科學主任胡宏俊先生同我哋講下天氣㗎。胡生早晨。嘉怡早晨。嗱，今朝天氣都幾涼下啦，未來幾日會唔會都係咁凍啊？嗱係啊，今朝早咧香港嘅天氣咧就相當之清涼啦。預計聽朝早咧天氣就會清涼㗎，不過到呢個禮拜中期咧氣温就會逐漸回升翻㗎啦。嗱，先嚟睇睇天氣圖啊！喺今朝早嘅時間咧，香港北邊咧就有個高壓中心，元朗咧都有緊密嘅氣壓梯度，咁啊顯示我哋受到季風影響㗎。咁啊今日情況下面咧，今朝早都好吹有好整齊嘅北風啦。咁啊衛星雲圖咧就可以見到，沿岸地區咧雲量就唔算多，雖然北邊咧有啲雲飄過，咁但係咧就冇直接影響我哋。咁啊今朝望出去嘅天咧，見到天上面雲量都唔算多㗎，咁所以預計咧日間都會長時間見到陽光。氣温方面，今朝早市區錄到最低氣温係13度，咁同琴日咧相差唔遠啦。咁我新界咧氣温就比較低一啲喎。咁啊打鼓嶺今朝早錄到最低氣温咧得8度嘅啫。點解咁嘅情況咧？其實因為琴晚咧就雲量就唔算多啊，個天比較清一啲㗎。咁喺新界比較空曠嘅地方，佢地面嘅熱咧就比較容易散出去，咁所以咧氣温就比較低一啲啦。咁其實除咗新界咁嘅情況之外，再望北少少，去到廣州咧，今朝早錄到嘅最低氣温咧都係得7度嘅啫。預測今日香港嘅天氣咧就會係天晴同埋乾燥，咁啊朝頭早天氣咧就相當之清涼，日間最高氣温會上到去19度，風方面就會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而稍後咧就會轉吹清勁東風㗎。咁啊提提各位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咧已經係正在生效，表示火災危險性咧係極高嘅。嚟緊嘅天氣點樣？睇睇天氣預報圖啊！預計咧而家影響我哋嘅高壓中心咧，聽日就會向東移㗎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受到東風嘅影響。咁啊，跟住嗰2日，隨住季風逐漸緩和，氣温就會逐漸回升㗎啦。因此預計聽日天氣咧就會係天晴乾燥，朝頭早天氣清涼，而去呢個禮拜中期咧氣温就會逐漸回升。今朝天氣講到呢度啦，將時間交翻俾節目主持啊。好，唔該晒，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見。早晨。
咁睇下今朝嘅天氣啦。預測呢就天晴乾燥，朝頭早嘅天氣相當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係19度。風勢方面係吹和緩北至東北風，稍後會轉吹清勁東風。展望聽日係天晴乾燥，朝早仍然係清涼㗎。呢個禮拜中期氣温會逐步回升。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蘇格蘭教區前主教奧布賴恩樞機就不當性行為致歉，佢已經表明唔會參加推選新教宗。埃及政局唔穩定，法院宣布下月重審前總統穆巴拉克。英超聯賽熱刺喺打比戰擊敗阿仙奴。詳細內容，梵蒂岡今日舉行樞機會議，希望定出選舉新教宗嘅日期。而英國蘇格蘭教區前主教奧布賴恩樞機發表聲明，就不當性行為致歉。佢早前已經表明唔會參加推選新教宗。